重连了。飘着生命，飞雪在雪山之巅。50年的时光，撒放开在雪山，演变出来的声声古老的山歌，传唱着爱的信仰。有点响啊，对。
啊，还是真的这一的， A1啊，这是嗯，一代 A1好贵的，2万多。 4万多，4万5，是最贵的。它现在第二代代是4万多3.7，一代你当时买的4万5， 4万5，不便宜。这个像素很高的5000多万，这是旗舰对啊，旗舰机子算是。谁的旗舰嘛？现在有2代了嘛，2代现在来后。哦，对对，2代才出来，对，上个月吧，上个月都要预定嘛，那个太专业了，那个人也是4000多万上去，都一模一样的。还多了个 AI 智能对焦啊。对对，那个好用。你这个没有 AI 智能？没有，它那个屏幕，哦，对，它那个屏幕是可以拉，可以四面翻转的那种。对哎，那个屏幕有点安逸。对，那个太贵了，我们买了用处不大。那个是主要是太专业了。我买的就是买一个够用的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还得加油嘛，那个冰的，还有发这个冰的。人家那儿就家里面耍，就在商场里面耍。啥的？
他那个胖还是吃。东关小区那边车站那边，还有他自己小Body